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9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一开始，咱来关心2020总统大选的头一场政见发表会暂举行，三个总统候选人共台讲因家己的政见，嘛直互相对射，伫咧国家主权、国家定位这个问题顶头，拢有交手。政见发表会袂输正做辩论会。2020第一场总统政见发表会，哪里过港台，不过才无偌久，政见会就变辩论会。闺蜜第一号闺蜜辞职了以后，第2号闺蜜又变成主秘，这件事情韩市长有没有好好的解释一下呢？你为什么？我希望第2轮的时候你继续问我们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来的？酱油、麻油、醋是不是去偷来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提出国家定位的问题，讲总统蔡英文3年外来，即个讲咱是这个国家。所以我希望蔡英文总统如果不支持台独，讲清楚之后，请跟着我的方向，我大喊3声。我希望蔡英文总统你也大喊3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希望你勇敢的喊出来，否则，请你喊出台湾独立。我们现在不就是正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吗？我现在就是第14任的总统，我们现在在选第15任的总统。另外，我们这满场不就是国旗吗？我已经担任总统3年多来，这个政府的运作不就是跟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在运作吗？所以我刚才听他讲了一大堆关于中华民国的事，就是无中生有。就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是拿了最点嘛，强调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的决心不变。蓝绿2大党都不愿意面对现实，只想相互悲歌，看对方出状况，看对方闹笑话，相互消磨，以对方的失败来造就自己成功的机会。蔡英文认为中国正透过9日共识武康台湾，也全面渗透分化台湾社会，爱有守条国家立场的决心。两岸的问题上，我处理的方式很清楚。我们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撑住台湾的主权，稳住两岸的情势，同时赢得国际的肯定。你没有在所有自由贸易签订里面得到任何突破啊！连陈水扁总统当总统都可以用中国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开会啊！马英九总统是用中华台北，我们现在外交在你当总统之下一步都走不出去啊！未来这4年，独立和统一都不可能。但是宋楚瑜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坚持维护台湾自由民主的决心绝不改变，只求台湾胜，中华民国赢。只做一任，拨乱反正；只做一任，拨乱反正；只做一任，拨乱反正。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3遍。对重大议题互相出招，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确定伫这个月2号要伫公司举行，到时将会有更加激烈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政见发表会结束了后，伫咧会后的记者会，三边嘛继续对呛。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一期总统蔡英文无解说国家定位，到底是要喊中华民国万岁，也是台独万岁？蔡英文是硬讲，希望韩国瑜去中国的时，嘛会使喊中华民国万岁。第一场总统政见发表会10尾暗结束，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会后讲，为家己拍分数，不过对总统蔡英文有2点感觉失望。网络的1450、杨慧如这些人，又是民进党养的，用民进党养的这些网军的资料来证监会来质疑我、批判我。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遗憾。除了批评民进党网军的议题，韩国瑜也对蔡英文无喊出中华民国万岁，或者是台湾独立万岁感到遗憾。蔡英文是讲希望韩国瑜去中国时阵也敢喊。他是有喊中华民国万岁啊，哈。可是政见发表会喊中华民国万岁，我们倒是比较希望他到中国去的时候喊中华民国万岁，或者到中联办去喊中华民国万岁。对方讲有伊甲中共高层活动的证据，蔡英文讲就伫1998年去过中国一遍，迄当阵也有讲到马英九总统，唔知影韩市长去中联办时阵是毋是讲到蔡总统？就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是讲，大家拢尽心尽力做好准备。
我的同仁告诉我说，我不必要去准备怎么样的打民进党的那些弊端，国民党一定会好好的把它去准备好。宋楚瑜也希望12月包含天寒活动强棒，希望两党上重要的候选人用因的影响力好好维护，迈出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香港伫咧昨昏发生一件重大的车祸，一台双站的巴士弄到护栏，甲路边的大树啊，有2个乘客妨害出去车外，造成上无6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双站巴士停伫咧路边，车身的倒边弄加变形，顶层的车顶被掀起一半。香港新界18道发生重大车祸，一台双站巴士驶伫咧粉岭公路时阵，突然間偏離車道，弄到路邊的護欄加大樹仔叢。感覺上當時嘅車速咧就係應該係正常，不過好似突然間好大聲，砰一聲。乘客講，本來就是巴士機弄到頭前的車，因冇弄到了，車內突然間變正光，才知影車頂被掀開。這台車禍發生伫昨日到4點半。車內迄當陣乘客攏坐滿，敢若先弄到護欄，結果弄到樹啊，真係真嚴重。向左撞到防撞欄之後咧，撞到路邊嘅大樹，導致巴士上層左邊嘅車身劏開咗。警方講，巴士機弄到樹啊了，有2個乘客被摔出車外，5個人當場死亡，1個人送醫了不幸死亡，另外一個39個人受傷。初步調查，路面無動車的分量，已經甲司機帶轉去調查，會注意的身體狀況、路面的情景來調查代志發生的原因。特首林鄭月娥昨暗也去便宜關心。記者綜合報道。世界鄉親做伙來去現報紙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蘋果日報》。今年台北101的跨年宴會，攏總有300秒長，包括石虎、台灣烏蠅，一寡咱台灣的保育動物攏會出現。再來看《自由時報》，國民年金法修正案實施啊，2016年2月29日前死亡的國保年金為屬給付會當補發，下注計嘅人算的大約有73000人。也毋過目前，敢若3000多人來領，提醒下注嘅人趕緊去問勞保局。來看《聯合報》，美國嘅胡佛研究院17公布前總統蔣經國嘅日記，內容有寫到講，雪人接行政院長是上界重要嘅，馬體孫文宣後來接行政院長留一個尾頭。再來選舉的消息來看，國民黨的主席吳敦義講，總統蔡英文是衰尾查某，引起輕視女性的批評。總統蔡英文嘛，佇咧面冊頂頭叫大家明年選舉的時愛站出來，用選票架是這個充滿歧視的政黨。副手賴清德甲民進黨的主席杜英泰嘛批評國民黨甲歧視當作趣味侵害。现在起，0到6歲的孩子，選舉總統政見發表會前，總統蔡英文競選辦公室連續推出政見影片。第二期講的是幼童政策，能夠落回國家同齊市，包括有生個提懸，有啲津貼個增加等，要減輕父母的負擔。喺未來4年一步一步完成。過去4年我們做了什麼？未來4年我們也即將再努力哦。那提供一個台灣政府能夠負擔得起的。這個0到6歲國家一起養的政策，除了推政見，針對國民黨主席吳敦義，佫爆出4件爭議。總統蔡英文第一時間提面冊反擊，未當用份這款負面選舉文化，明年當再徛出來單調這種充滿歧視的政黨。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也佇直播加早當時回應，這款的言論非常害國民黨是將歧視當作趣味。因為我們這是總統、副總統的選戰。未來當選人是要當國家領導人，對，換句話說，你的言行要能夠為國人之表率。就你在競選的時候，都就是講一些歧視女性的話，這非常不應該，是把歧視當有趣，這更嚴重。太糟糕了。國民黨吳敦義主席繼上次之後，繼續用這種不堪的言語對女性的歧視。我們要在這裡表達最強烈的譴責跟抗議。
民进党行动中常会伫高雄举办，会中也以三面旗仔批评国民党，亲中偏强，阶级斗争、性别歧视，尤其伫性别歧视一项批评更较侪，呼吁选民用选票支持国民党甲国民党候选人。至于12月2日，将有罢韩停韩2条大游行，到阳台也呼吁听到的民众参加爱和平、理性、冷静，等政府既定核准，都爱负起应负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讲，总统蔡英文是随买查某引起事件的风波。那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是应讲，这款用词无妥当，敢爱回事咧，就尊重吴敦义做出有智慧的判断。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事件的风波继续在拖，伫咧讲总统蔡英文是随买查某了后，并无回事咧，而且佮继续伫咧人面前批评蔡英文带衰台湾。台湾伫伊的执政之下已经衰败，必须爱振作。对这个代志，前主席洪秀柱是表示认同，认为讲这句话小可调整一下就会使。国民党中常委陈鸿润嘛出面驳回，认为讲该做随买总统较适当。其实这个总统真的叫衰败嘞，把这个国家带得真有够衰啊！所以你可以说他是随位总统，说他随位文啊，那么就是造句重新改一下、调整一下就好了。我们也认为他有检讨的空间，我们尊重吴主席，但是由他来做最正确、最有智慧的判断。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总发言人王千秋的态度是真保守，认为讲用词确实有无妥当。韩国瑜办公室18嘛召开记者会，批评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强烈推杀反渗透法、行政权超过司法，伤害台湾民主。让行政权、行政解释权可以凌驾司法、可以凌驾法律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法律。2020的大选开始到达时间，韩国瑜办公室只是做反对反渗透法，认为讲是退回去有刑法100条的戒严时代，嘛好说落来立法院讨论法案变做选战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捌讲过2024，若是无意外，伊会去选总统的台北市长郭文哲，讲伊若是做总统，伊会甲总统府刷去台直，因为伊讲即卖的总统府是日本时代的总督府，伊感觉安尼怪怪。另外，有人爱郭台铭去选国民党的党主席，郭台铭敢若讲，伊家己无想要做官，服务人民才是上要紧的代志。要表态要参选2024的台北市长郭文哲接受媒体专访时阵讲，总统当选伊就要甲总统府刷到台直，因为用日本总督府来做总统府是历史错乱。我们昨天用日本总督府继续当台湾的最高的这种行政机关的所在地，这有历史错乱。那本来就在国防部在大直要塞区啊，其实我们那个衡山指挥所就在那里。其实那个是。我跟你讲，大陆如果对台湾动武的话，一定是斩首赞助的。这样子吗？摆在那里还蛮危险的。选举特别高啊，政治人物的言行举止是更加使人注目。对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17出席韩国瑜后援会的时阵，批评蔡英文总统执政的时，治安真歹，发生真侪件分尸案，讲这是夭寿骨，佮批评蔡总统是随买查某，引发政治效应。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私底下讲一个 level， 然后在上面讲要换成另外一种频道，就这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有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革命以来，一直传出有真侪矛盾，外界伫咧议讲两个人恐惊无啥物合作的空间。不过18郭台铭陪郭家军、李正英到新北市的选委会抽口啊，去访问到范拿最近有意思要经郭台铭出来坐大位，郭台铭只是真低调回应。我也不会说我一定想要做官。我出来做就是替国民党、替所有台湾的老百姓，国家的利益要大于党的利益，那人民的利益又在国家利益之上，所以我一切以人民为主，以国家为主。选举特别高啊，抢选票，各政党是拢一直出招。民众党发起人蔡碧如18是透露，台北市长兼民众党主席的郭文哲，按算伫咧选举前10天，配合中选会的区域立委竞选时间，会请假来辅选，拼选民的支持。记者阿敏经电国随陈琼伟台北新闻报道。再来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明仔这2天受东北季风有溜溜增强的影响，水气有变高，加较侪所在会落雨。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东北季风有增强，温度会下降。今日透早各地低温大约是18度，日时北台湾同款是较凉，中南部也是有27度到29度。今仔日水气变较高，所以伫咧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雨会比昨昏搁较明显，愈晚落雨的机会会愈悬。东北部局部大雨，爱细致。中南部的山区是有湿湿的雨。
白天会当看到日头，也毋过南北的温差有较大，所以南来北往的乡亲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地动的时，为着要互地动的级数较清楚咧，气象局即马参考外国的做法，甲这标准、甲这进度的级数，对5级以上即马分做5弱5强、6弱6强，即马进度拢总有8级数，未来呢有10个级数。台湾伫咧欧亚板块甲菲律宾海板块交界所在，常常有地动来发生。啊，毋过气象局发现，测到的进度甲民众实际感受有争差，所以参考美国、日本等等国家的做法，甲进度拄5级以上，佮分做5弱5强、6弱6强，甲地动的进度拄即卖8级提悬到10级。5强之后呢，一些旧房屋就可能开始会有危险，所以如果有看到5强的震度，也许你就要有紧急应变的准备。气象局表示，新的地动进度分级0到4级维持旧的判断方式，都无感觉到中级地动会感觉摇震动有惊吓的感觉。到5弱也是5强是强烈地动，会感觉真恐怖，无法度惊震动。那就6强是强烈地动，会因为摇甲真大力徛袂在。7级是激烈地动，除了摇甲真厉害以外，佫会无法度照家己的想法来行动。我们做了1370个地震的分析嘛，现在是非常非常符合地震跟震度，地震所发生的造成的这个灾损。气象局强调讲，去年已经加密测站的分布数量，嘛增加观测仪器的种类，和地动的定位甲进度更较准，嘛当提供予救灾防灾单位来参考。啊，若是这项新的进度分级，预计伫咧明年1月7日开始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想要开放航班的远东航空，即马是互交通部要求讲，爱伫昨昏下晡5点正前送出申请的资料，已经远航已经送出去啊，即马就等待民航局做出最后的决定。远东航空无着地停飞，民航局想要处罚300万的罚金，啊，毋过因为佫想要争取复飞，交通部对远东航空留上下尾的期限，18下晡5点正前爱送资料。那也按规定在12月18号下午5点以前有完成的这个呈报民航局的一些补充的陈述意见，关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强化机师、空服员、联管以及维修人员的心理建设跟飞安课程。因为民航局协调立研发性加班机到年底，敢是代表远航复飞无希望。林佳良表示，这款应变机制拢是做上摆的拍算，啊，若是敢是要废照，是民航局来判断。后续的我们是否这个废照或允许做一些有条件的这个限期的改正，这个我们会尊重民航局他专业的判断。除了飞行安全以外，远航的财务风险嘛受到大家关心。远航捌甲合作金库借贷22亿，民航局提醒合库要注意，避免产生问题。啊，毋过国民党副秘书长周显耀早起提公文，即个金管会发文要求合作金库袂当照民航局公文影响远东权益。金管会负有全国金融管理、金融秩序之责，为什么单对远航财务进行公开放水？是我们主动要提醒合库，而且去请合库要本以征收性的5P原则，要去综合评估。合库就我了解，他们了解了这个状况之后，他们就立即去要求远航要做改善。郭立平强调，讲法公文是徛伫咧提起合作金库综合评估远航的债务，啊，若是远航复飞的资料，已经伫咧拜3上下尾期限进前，各报价送出去。民航局表示会过来斟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5月份，台南的永康一间透天的火烧厝，老爸小事，老母甲后生拢受伤。检方调查才发现，讲是因兜27岁的查某囝去买汽油来放火的，所以嘛甲伊起诉。昨昏法院针对这个案一审宣判，判这个查某囝12年有期徒刑。啊，毋过伊爱互掠去关进前，爱先去接受精神科的治疗2冬，即马专案也会当上诉。天拢还袂光，消防人员无用伫拍火，嘛赶紧甲无力喘气的爸爸送病院来急救。今年5月16日，台南永康楼价发生火灾，一口罩4个人，53岁爸爸无救倒转来，妈妈甲后生分别是去互烧着伤、甲砸着伤。啊，毋过干那27岁查某囝无伫咧厝呢，去互检方查到讲是伊买汽油来放火。台南地方法院18宣判，认定讲伊是超过伊放火来伤害厝内的人。
案发前，由于其母发生争执，也经证人证述属实，可知道被告有放火的动机。在综合卷内相关事证，认为被告应该具有杀人的不确定故意。再查，被告是选择性的将汽油泼洒在客厅沙发的睡垫附近，放火之后还知道迅速驾车离开，而且可以开上高速公路。家属要向法官作证，被告医学院毕业了后，情绪就真无稳定，可能有破病。不过过去毋捌去医生看，法官根据鉴定的结果，无认为讲伊无法度判断放火可能造成伤亡，达到无处罚的程度。不过行为人脉的能力确实有降低，后现进程需要先精神治疗2档。鉴定团队建议安排被告为强制精神治疗，否则将来仍有可能自伤伤人。在审酌被告放火的行为严重性，以及从来未曾就医过。而且在本院审理期间展现防卫敌对性格。法官表示，杀害伫下父亲是重刑，不过家属拢表示，被告是因为读册时阵承担伤济压力，所以根据伊的精神状况，过来减刑，落尾敢若判12档的刑期。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金门县议会拍算要开10亿，伫金城一块草坡仔起一栋议政大楼，引起民众的不满。即期讲破坏草坡仔，还阁无采钱，有县议员甲正清的民众昨昏出来抗议。有千名民众伫草皮野餐，小朋友欢喜舞动身体。其实这是金门国民好朋友的当日野餐抗议现场。之前金门县议会研议开近10亿，要将位伫金城基公湖边2.5公顷的公园绿地改建为新的议政大楼，引起县民的不满，要求撤回兴建案。这个地方是我们常带小朋友来玩的地方。金城的绿地已经这么的稀少了，可及性啊又这么的好，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要保留这块绿地？如果原来的位置就已经够用了，其实无论再移到什么地方，我觉得都还蛮有意见。金门县议会指出，现有大楼设计不当，结果破损，兴建新的议政分区，会当兼容绿地环境，保留原来绿地风貌，带动金城镇周边的发展。抗议活动发起人董松宝认为，旧的县议会大楼兴建不过20多年，即马阁要开10亿起新大楼，有浪费公家钱之嫌。是不是有这样的需求来掠夺掉我们这些小朋友跟下一代的资源，然后撙节这一笔预算，把它花在更该用的地方，比如说老人长照啦，或者是说其他的社会弱势的照护。董松宝呼吁支持改建的议员，应该审慎思考，这笔钱开得敢是适当。针对绿地改建、议政大楼一事，目前包括董松宝、欧阳义雄、考育焦点多位议员表态反对，有团体也再度发起用兵器包围议会网络连锁活动，爱县议会重视民众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讲，伊伫病院看到一张密室，顶头写讲会使请合法的看护。不过呢，伊一请落去才知影讲，去请到无合法的看护，全去罚款15万，有9万往。劳工局是提醒讲，要请外劳进前，一定爱先确认对方的身份，安尼较妥当。有的民众就要照顾倒伫病床的亲人，也爱做事，实在是真忝头。有的人想要找看护来替换手。不过，高雄市劳工局最近有发一个案件，因为民众伫病院摕到别人予伊合法看护名片了后，甲人联络也共请，所来互通知讲，因为请来路不明的外籍人士，罚款15万。你徛咱迄个专门迄个人迄个啥物？癌症病房嘿啊，嘿啊，你若徛咱遐一当面就过落去啊，那也无。先询问看看这样，对。但是也不确定说一定会去使用啦，还是会先去找合法途径吧。民众讲，伫病院这种状况直接看起，特别伫动镜头病房外边，甚至有的所在较隐蔽，也有人看到这款合法看护的名片伫遐。在没有查证看护人员的身份了以后，就直接雇用，然后被查到是属于非法的外劳。那在这个部分，因为违反了就业服务法，所以被受裁罚15万元。劳工局表示，到今年11月为止，伫病院查到的非法聘车案件有19件，占违反就业服务法总数2成。提醒民众若是有相关的需求，就要照部来。要请进前，也要确认对方的身份甲期限，无到时是双头无前后。若是透过中人去聘车，除了共请爱犯法，中人也爱吃官司。记者综合报道。
古早人是有讲大只鸡慢啼，也毋过有时做家长的爱细致，可能是囡仔的发展有故乡。故乡有一个5岁囡仔，因为伊的语言的发展较慢，也无啥会晓讲话。伊去读幼稚园，毋过定定互伊的同学欺负甲霸凌。家长知影了后，是要求幼稚园一定爱处理，爱来排解，却拢无改善，去向教育局投诉。妈妈带5岁后生转来幼稚园，要甲园方开协调会，因为17号妈妈决定，互有语言发展较慢的后生退学，并且向教育局正式检举园方长期互伊囡仔防霸凌。我带小朋友去学校的时候，然后我就亲眼目睹他就把小朋友推倒，然后把我的小朋友推倒，然后头去撞到柜子，然后之后就是打或是骂。妈妈指控囡仔互同学欺负将近1年半，这几个月连安逼为面、拍碎片这种离谱的代志拢发生。但长期以来，请学校帮忙管理甲保护囡仔，园方唔但无办法改善，有时阵囡仔互欺负，老师佮故意唔甲家长讲。可能要跟那个小朋友玩之类的，嘿，然后也有告知家长，嘿，然后有在处理他们双方这样子。园方否认无处理，但妈妈嘛摕出甲老师的对话记录，要证明囡仔确实防霸凌。园方嘛无改善。高雄市教育局表示已经开始调查，但是园方无办法提供安全教育甲照顾，得犯有教法，限期无改善，会使罚3000到3万块。记者王家庄、郭建准共同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的众议院今仔日会决定讲，敢要对川普全权力滥撒用妨碍国会做出弹劾。若准有通过，川普会成做美国史上第3个防弹劾的总统。在表决进程有6点钟的辩论，咱即马来听支持甲反对的两边有啥物意见。Our founders' vision of a republic is under threat from actions from the White House. That is why today, as Speaker of the House, I solemnly and sadly open the debate on the impeach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do not act now, we would be derelict in our duty. It is tragic that the President's reckless actions make impeachment necessary. He gave us no choice. I will tell you right now, Madam Speaker, we on the Republican side have no problem taking our case to the majority and to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because they elected Donald Trump, and it is a matter for the voters, not this House, not in this way, not in the way this is being done. It has trampled everything this House believes in. 外界伫咧叫赞成弹劾川普的民主党是多数，所以有优势。弹劾可能会过关，也毋过若是送到参议院，因为共和党才是多数，所以过的机会就无大。伫咧辩论开始进程，川普嘛直透过网络伫咧写文章，伫咧骂民主党。另外，美国的众议院嘛有通过一个法案，是讲加在美国会使买分的合法的年纪提悬到21岁，嘛包括电子烟。美国联邦众议院17通过1.4条美金的预算案件，其中包括一项21岁分法，会甲全美国买所有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的年龄，对即阵的18岁调悬到21岁。美国对6月底以来出现一种神秘的气变，即阵已经造成52个人死亡，上届少年患者只有13岁，而且患者共同点就是拢有食电子烟。而美国政府也甲这疾病互名为电子烟相关气伤害。美国总统川普9月提议要来禁止卖调味的电子烟，了后伊阁在顶个月宣布要支持提悬买烟的年龄。即阵全美国超过1/4青少年常常使用电子烟，其中将近70%的人讲，因常常买的品牌是美国上大电子烟制造商JAWS。也阁根据最新研究，JAWS甲万宝路含有相款的食调类成分。21岁分法是在今年5月提出，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美国上大电子烟制造商JAWS甲奥迪亚烟草公司拢表示支持这项法案。美国倡导无烟团体认为，这家公司支持的原因是惊讲政府进一步禁止卖所有调味的电子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少年家上怨叹的，就是厝价悬，买厝拢买袂起。毋但伫咱台湾，伫咧南韩嘛同款。南韩的厝价悬，随望伊的总统文在寅已经有出手要打压房市，也毋过厝价同款真悬，过去一档阁起12%以上。所以南韩的政府国部长伫咧这个礼拜阁推出新的手段。
南韩总统文在寅伫上任2年来，全力伫咧拍房，因过首尔房价依然是一直起。16日，南韩的财政部宣布，明年要实施新的房价调控方案，特定地区超过15亿韩币，差不多代表4200万以上的厝，拢不准贷款。9亿到15亿韩币，差不多代表2500万到4200万的厝，贷款的成数自4成降到2成。伫9亿韩币以下，上最第4成。有2栋价值超过20亿韩币，差不多代表5000万以上的厝人是提管办公室。对转卖炒房的有一套对策。We will strengthen the burden of ownership for those with multiple houses or more than one high-priced property. We will strictly limit the tax benefits for property transfer and in principle ban expected profits on unearned revenue. 另外，南韩顶个月才宣布，像江南区等一寡厝价收过头悬的地区，要实施厝价上限制。也就是讲，厝的价值唔是建商家己随便花，是根据地价、建筑成本，抑个建商合理的利润加起来了制定，袂当越过这个上限数字。这项新的规定也适用伫咧官员。南韩总统府幕僚长就希望高级官僚家己做好模范，上好伫咧半年内就甲无应计出来厝卖掉，留一间家己住就好。对新报财产资料来看，伫咧首尔炒房地区有2套以上厝的总统府高级官员有11个人。记者综合报道。伫日本有一个30岁的查某独立记者，伊叫做伊藤诗织。2017年的时，伊是控告 TBS 电视台内底一个顶司对伊性侵。东京地方法院18判这个记者胜诉，伊毋惊证人的眼光，伊勇敢徛出来，甲大家讲，伊拍赢官司啊，伊替家己讨回公道啊。日本是较保守的国家，所以伫咧女性即个 MC 月事内，女性生理期即款议题、即款话题，通常嘛拢未公开来讨论。也毋过日本最近就有一支电影，甲这摕来做主题，要互查甫知影讲，理解查某伫咧即段时间的艰苦无爽快，望讲会当对身躯边的查某加较体贴的。女性伫咧每个月拢爱面对生理期是甚物情形？不管是夜深压早、想要困，也是会痛。即马用轻松趣味的表达方法，甲美食搬到大荧幕，互大家更加了解女性伫咧生理期会出现的反应。以前日本人对即种代志拢袂提出来讲，也毋过即马无共款啊。友達と話したりとか、女性から直接聞くような内容では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か女性はなんか体の機能としてこういう伴侶を抱えて生きてるんだっていうのが想像しやすい形で出てたのですごい新鮮でした。きつい時とか眠気が強い時とかもあるので、仕事とかも休みたくても休め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で上司だったり周りの男性からも理解があればいいなと。这部用生理期做题材，号名叫做《每个月来访一遍》的月经奖电影，是改编自日本男性漫画画家小山健2017年创作的网络漫画。伊甲女性每个月一遍的私密烦恼，画做粉红啊是红臀的酱果水的小恶魔月经奖。特别伫咧拍月经裙的时阵，总是有人听甲挡袂牢，各种趣味的描述，互真侪女性朋友有正深刻的感受，所以真受欢迎。伫即马，大家对讨论生理期的态度较开放，所以就日本女性伫今年6月发动 No Bag for Me 活动，主张伫咧买生理期用品时阵，无需要特别另外包装，红红看看，社会也无应该用奇怪眼光来看待。就企业特别办讲座，互男女员工拢了解生理期的知识。记者综合报道。毋知乡亲敢过会记得15当前的南亚大地震？2004年12月26日时，伫咧印度洋发生规模9以上的大地震，嘛有引起51公尺悬的大海涌。这个地震甲海啸造成30万人过身，也有造成51万人重伤。15当了后，住伫咧印度南部渔村，当年只有9岁的一个查某囡仔，即马已经大汉啊。毋过嘛，因为这场灾难，伊治着郁卒症、忧郁症，甲胆还未行出来。对天顶看落去，印度南部泰米尔纳杜邦的这个海边的小镇，伫南亚另外用过了，规拢远去。九岁萨拉尼亚甲爸母住喺海边的厝，也个4个兄弟姊妹也拢互大警抢走。这个人用几片树叶啊，暂时为一间厝。
这是2004年南马林王境发生了，路透社记者锁定萨拉尼亚一家伙仔，伫迄当阵所翕的情形。伫10年了，记者阁登去看，已经看袂到当初林王境的痕迹。萨拉尼亚一家伙仔伫咧得到政府的资金补助了，带入去庄仔厝，厝内也添新的小弟小妹。虽因老爸继续去掠鱼，也毋过一直无法度行做失去死的囡仔伤痛，常常啉甲水茫茫，无法度趁钱饲家。做老母的只好甲一寡手指破链摕去卖。也毋过2年前，伊的老母过身了，这个家阁拄着困境。இப்போ லைஃப் ஃபுல்லாகவே கஷ்டமாக தான் இருக்குது. தம்பிக்கு கால் முடியாது, அவனும் ரொம்ப கஷ்டப்படுறான். தங்கச்சி வர இருக்குது. எல்லாருக்கும் படிக்கிறதுக்கு டெய்லி சாப்பாடுக்கே கஷ்டமாக தான் இருக்குது. அம்மா இல்லாமல் ரொம்ப கஷ்டமாக இருக்குது. சாப்பிட்றதுக்கும் காசு இல்லை, அப்பா வேலைக்கு போக மாட்டாங்க. ட்ரெஸ்ஸு வாங்கியும் காசு இல்லை, ரொம்ப கஷ்டமாக இருக்குது. டெய்லியும் வேலை பார்க்கறதுக்கு கஷ்டமாக இருக்குது. டெய்லியும் வேலை பார்க்கறதுக்கு ரொம்ப கஷ்டமாக வேலை பார்த்துட்டு ஸ்கூல்老爸无法度振作，定定讲家己有怪病，已经结婚的萨拉尼亚真烦恼。除了爱顾家己的家，也怪定定转去花头厝，看小弟小妹是毋是好势。心理学家讲，萨拉尼亚老爸这种情形毋是个案，针对这个灾难过了活落的人，无法度摆脱内心的伤痛甲失落感，心理的问题一句就变做生理的问题。南马林王英虽然已经过15年啊，到即嘛依然影响真侪家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每年的选举，乡亲手头会摕到3张票，一张选总统，一张是选区域的立委，也搁有一张是选政党票，是选出不分区的立委。伫昨昏，政党票这政党抽头啊，号码已经出来啊。民进党抽到14号，国民党抽到9号，亲民党抽到3号，台湾民众党抽到15号。这一摆总共拢总有19个政党。经过中选会审查了后，有通过提名人216个人。护国卫，保台湾，票投14，实在做事。大声喊着口号，抽到14号民进党，希望民众票投给民进党，延续执政4年的政绩，继续守护台湾。我们会尽全力的让全台湾的所有人知道，民主进步党是一个实在做事的政党，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政党。中选会18举行无分区立委选举的政党号次抽签，19个政党，国民党抽到9号，强调票投给国民党用的重治久安。抽到3号的亲民党是讲重大第三势力主张，而时代力量是抽到6号。长治久安，我们党会护卫国家长治久安，长长久久。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我们扮演的就是左拉右。左拉民进党，右拉国民党。而这摆19个政党总共提出216位符合资格提名人，若是政党票得票率在5%以上的政党，将分配无分区的34席。那中选会抽号数闹热，花莲区域立委抽签，各方支持者拢来，管委会4个拢是人。抽签结果，萧美琴抽到2号，黄客家3号，傅坤基是6号。2020花莲要赢，66大顺，动顺。3阳开泰，3号黄启嘉胜利当选。为着避免往年签填完了后，决定也在门口做势，会有无公平的代志。今年特别规定，候选人抽签填完了后，必须爱随离开大门口楼梯，以免发生冲突。记者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昨暗已经举行头一场政见发表会，那电视辩论会即马是确定讲要伫咧12月29下晡2点伫咧公共电视台举行，会由10间媒体做伙主办。总统大选即要到啊，也毋过各总统候选人阵营进行针对电视辩论会应该由倒一间媒体举办是一直争论。公司邀集3方面，也有意参加主办的媒体共同协商达成共识。12月29下晡2点伫公司顶场，媒体界进行达成 A、B 方案共识。A 方案是2场电视辩论，头一场由公司主办制播，4部一声真侪媒体代表提问；第2场是3日主办制播，4间电视媒体提问。B 方案是由10间媒体主办，公司制播，4部一声提问。最后决定是采用 B 方案。民进党蔡英文总统，我们都是以举办2场为目标哈。那举办2场的形式、时间、内容，我们都尊重媒体协调的结果。
那很遗憾，韩正有很多的意见，所以最后我们只能决定1场。原本我们是比较倾向是 A 方案，就是可以进行2场，所以对最后的结论是举办1场，这个虽不满意，但是还是可以接受。至于后续是不是要有第2场的电视辩论，各阵营拢讲也协商无甲话讲死。而国民党是指出，希望卖互特定的媒体来主办。如果第2场的辩论举行的话，那么应该要由各个有意愿参加的电视台来抽签主办或者是制播。那这一件事情在今天的会议当中并没有特别的处理。而到举行的电视辩论会发言顺序经过抽签，意思是韩国瑜、宋楚瑜加蔡英文、刘定芬做新轮媒体提问、交互提问加结论。这4个庭事由公司有话好讲的主持人陈信聪来主持，4部1社代表媒体提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地方放上头来看，行出状元，咱台湾囡仔、台湾学生有够高。香港科技大学4个做头毛伫学做头毛的美发系学生，代表咱台湾去日本东京参加比赛，因真有实力。伫咧西包花头这一组摕到前3名，嘛甲代表最高荣誉的股东级的奖杯，早转来咱台湾。不管什么款的色水、什么款的造型，爱求、爱直、爱长起来，拢总有法度随洗出来。这4位是来自台中香港科技大学美发系学生，日前代表台湾去到日本东京参加日本艺术节比赛。经过久长的训练，有18个功夫，用10整的手路变到包花头组的前3名。那最后我是在大自然中找我的灵感发想，就是像鸟儿展翅的那种，它的翅膀的那个弧度弧线，刚好我在做发片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呈现出来那种感觉。其中有一位大学2年的选手陈正温，伊阿嬷伫顶个月率来过身，虽然失去亲人真艰苦，伊也目屎含泪，甲阿嬷的手尾钱摕去做比赛所费。好佳在有拍拼就胜利，甲代表最高荣誉股东级的奖杯早登台湾，伊会甲这份光荣献予伫天顶的阿嬷。就希望他有看到我的成就，对，但是很可惜他没有看到。那这几位学生基本上都是马拉松型的一个的学生，他们愿意投注很多的课后时间在练习上面，甚至于可能应用到他们很多自己私人休息的时间。这4位选手对台湾的初赛开始过5关16将，也发挥家己的创意甲特色，唔那个学到的技术变作是家己的随身宝，也看到台湾的批发产业有优秀的少年人建起来，爬上国际舞台，互世界看见。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咧屏东的嘉东国中，那是培育济钉球国手。今年应该用钉球结合现代舞，甲这运动的力头甲现代舞的水结做过。即马伫咧屏东县举办的跳舞比赛，现代舞这一组摕到冠军。每年的春天，嘛要代表屏东去参加全国的跳舞比赛。学生甲队形苦做半日，对音乐跳舞。嘉东国中的学生当认真伫咧排练，这支合作颜色的斗魂的舞蹈，因要展现钉球运动，也阁有现代舞蹈的水。钉球社和舞蹈社的学生囡仔，就爱配合甲正密才有法度。因为藤球队他们没有跳舞的经验，然后我们舞蹈社的要去带领他们，然后有时候会在舞蹈跟藤球之间会有一些吵架争吵。然后我们就会互相去磨合。嘉东国中会当讲是培养钉球国手的重要基地。家中的学生也有毕业的校友，在咧全国的钉球比赛定得顶。这届学校是头一届甲钉球运动也阁有现代舞结合做伙。因伫咧全国舞蹈比赛的初赛，就伫咧屏东县内摕到各种团体甲组现代舞的冠军。得到第1名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辛苦都非常的值得。这一次我们要去参加全国比赛，我觉得我们非常有信心。藉由这样子的个机会，能够开拓孩子的一个视野。摕到县内舞蹈冠军，顺利得到明年春天全国舞蹈赛决赛的门票。嘉东国中的钉球高人，也阁有舞蹈社的学生囡仔，要甲因喜意的运动，也阁有兴趣斗做伙，因有信心会使赢这届全国舞蹈比赛的冠军。记者综合报道。那伫中华是邀请咱台湾骹球队长陈碧良去中华教育这骹球的囡仔，互望讲透过名星来训练囡仔，互生一寡对骹球有兴趣的细汉囡仔会当出来学。
真侪学生囡仔介意踢骹球，毋过无亲像棒球共款，骹球这项运动的培训伫台湾也无真时行，所以中华县体育会邀请台湾骹球队队长陈碧良来中华举办 Be Heroes 陈碧良骹球精英学院，因为有机会甲名册教练学习，囡仔拢真欢喜。其实，在台湾当运动员是非常辛苦的，尤其又是足球这一块。现在有这个能力，我希望能够去做一些回馈台湾更多的事情，来帮助这些小朋友成长。为了伫中华推广运动，中华县体育会邀请全台湾上好的运动牛人来中华，让有兴趣的囡仔有机会得到较好的训练。开始会比较恐怖，可是最后会慢慢接触肢体的碰撞，然后比较不会就是比较不会怕。足球精英训练营由陈柏良我们的台湾队长来领军，那可以让这些小朋友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台湾最顶尖的一些好手。透过这场训练营，利用教练团做积极球员的比赛经验、技术甲态度等等，设计一套课程，让学生囡仔学到平常时学袂到的物件，提供因上专业的指导。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感觉来看传统文化基价，唔拿爱靠老师来传承，即马嘛会使靠科技来斗相共，利用科技 AI 技术，会当记录传统文化，一段影像嘛会使互民众亲像行到现场共款。感动是因为制作狮仔头的施俊雄，一笔一画，一个熟练动作，拢讲到完成一个狮仔头的困难的所在，甲真功夫。这个传统工艺，即马透过 AR 技术完整的呈现，而且会当互民众伫展场透过3C设备，直接甲制作人的工艺互相交流。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不拿出来的话，它就真的以后就不见了。文化部文资局整合6年传统工艺甲艺术的纪录影片，以多媒体来呈现台湾工艺之美，为狮仔头、传统灯笼、石工艺、木雕、拍铁啊、刺绣到饼模等15种已经接近失传也是珍贵的传统工艺。科技的方式，像那个 AR、VR、胶纸陶，还有这个狮头，还有这个木雕，是用这种方式来呈现，让大家虽然没有到现场，可是，经由科技的方式，会让民众有一种亲临现场的一种感觉，这样。文化部文资局指出，这几年文化单位努力地透过影像记录传统手工艺，现阶段透过 AR 来纠集民众对传统技艺的认识、深度甲广度。未来这款影像素材，也希望会当进一步结合 VR 系统，让民众有机会进入更较像真的境界，感受传统工艺之美。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民主甲自由，值得咱骄傲，咱嘛爱保守。公司台记台头一出家己系列戏剧《自由的5幕3部曲》，就用美丽岛事件、日头火学运甲李明哲事件做故事的背景。12月2日邀请乡亲做伙看。因为美丽岛事件，我向怪你要学落内底，我就惊我家己失去意志，会起笑。以李明哲事件，也有日头火学运、甲美丽岛事件做故事的主题，主编苏奕轩、陈文东3导演，分别代表20岁、40岁，也有60岁的世代，甲台湾推动民主的过程翕出来。公司台记台头一部家己制作的戏剧《自由的5幕3部曲》，18伫咧华山电影馆举办首映会，剧组的演员也有观众都拢客日头火代表队《自由的5幕》。其实咱所看到大概甲事实上，真实的故事内底，无甲伊的1%都无够。伫遮尔短的时间，大家遮尔拍拼，因为咱想要讲，甲咱过去，咱为着咱民主，为着咱自由拍拼的人，伊行过的路，有通互遮个少年人，互逐个人拢会知。有路，咱沿路唱歌。金曲歌王谢明佑的歌声真够北，也有淡薄仔骚声，伊也特别替自由的5幕做主题歌。其实嘛咧写我个人对台湾的迄种期待，嘛足感谢这条歌。其实有小可咧甲遮先辈致敬，
恁行过遐济路，互阮花到今仔日会用遮尔自由。甲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作是题材，无共的时代背景，年会无共款的导演，就拢共款伫咧讲民主的故事。12月2日暗时8点，就会伫咧公司台记台播送，希望无共世代的观众看线，拢会使感受到台湾民主化的脚迹，也珍惜这个真无简单得到的成果。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世界正心时来看，美国 NASA 甲做飞行机的美国波音公司合作，研发出一款太空飞船，顶个月经过重要的测试有过关，明仔载要发射去国际太空站，内底嘛会载一个乘客，也毋过这个乘客是一个家人。由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甲波音公司联手研发的太空飞行船，星际客机目前都停伫美国佛州卡纳维尔礁的发射台顶，等待20号的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的头一摆航程。也毋过，这摆的任务从来只会载一位叫做罗西的家人乘客。We're really ready for a good uncrewed flight test, and then the first part of next year, if things go well on the uncrewed flight test, we'll be ready to go fly a crewed flight. NASA 将这一摆的任務叫做提前收到聖誕禮物，更加認為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Huge accomplishment. I don't think sometimes when we're kind of in the midst of doing all the work, you don't step back and look at what you've accomplished. And when people see now the vehicles out there, the integrated vehicle on the pad, then it becomes real. You know, it really becomes real. 美國在2011年前總統奧巴馬時代宣布終止太空載人計劃了後，攏是靠俄國載運太空人到國際太空站，接續飛行一日坐飛，愛付俄國8,000萬美金，大約超過24億台票。2014年 ，NASA 甲波音以及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簽訂大約2100億台票合約，且兩間公司執行太空飛行任務。若講天氣狀況穩準，星際客機的發射時間將會喺美國當地時間20號的透早6點36分，預計25點鐘會到國際太空站。星際客機將喺太空站停留7天了後返航，預計28號降落喺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記者綜合報道。貓仔狗仔甲咱人同款，若是受傷愛開刀嘛愛輸血，所以有一寡較熱心的主人就會帶家己健康的貓仔狗仔去捐血。啊，毋過總是講需要的比去捐的也閣較濟價真濟，永遠攏無夠。這款問題毋若佇咱台灣，佇咧全世界攏共款。歐式的拉布拉多犬、賈斯伯甲黃白色的昆丁，今日來到澳洲維多利亞當地唯一的一間動物血液銀行，準備進行新型的捐血工作。這也是因拯救受傷的共伴，另外一種愛表現。Say an animal had been hit by a car and it was bleeding and needed blood. You know, to actually calling a donor could take 2 to 3 hours, and then we have to obtain the blood. In that time, the animal could have passed away if we didn't have it ready available. 北极犬尼爾森4個月前皮腫破裂，好在有一間動物血庫銀行的護士會，才予伊保住性命。Rush him to the vet. It was a life-saving thing by having the blood donation there to be able to get blood for him to get him back on track. 賈斯伯定捐血，人類捐血為手骨，狗仔捐血是為阿媽菌的動脈。規個捐血過程只要10至15分鐘。一袋血大約會當提供3隻狗仔急救所需要，貓仔狗仔會當提供的捐血量是有真大的差別。此外，要進行捐血，貓仔狗仔需要伫1到6歲之間，狗仔體重愛滿25公斤，貓仔是需要5公斤以上。在台灣有超過300多萬隻貓仔狗仔的飼主，民間的寵物捐血資料庫，2011年成立到今嘛，已經替10萬隻貓仔狗仔找到配對。希望未來會當有更加多飼主加入寵物捐血資料庫的行列，幫助急救更加多的貓仔狗仔。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今仔日講地頭的溫度，伫咧北部的溫度上加16度，上懸24度；中部的溫度上加16度，上懸有27度；南部的溫度上加18度，上懸有29度；東部的溫度上加19度，上懸26度。寒島是13度到21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